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爱赖床的琪琪。从前，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，住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名字叫琪琪。琪琪有一个小毛病，她每天早上都很难起床。再睡5分钟嘛，琪琪说，然后又缩回被窝里。结果等她终于起床时，脸皱成一颗包子，还会大吼：“我不想起来了。”这就是大人们常说的起床气。妈妈常常无奈地叹气：“琪琪呀，你再这样赖床，就要被迟到怪兽找上门咯。”琪琪眨着眼睛，心想：哪有什么怪兽？妈妈在说笑吧。第二天早上，闹钟叮叮叮地响个不停。再睡5分钟。琪琪把闹钟关起来后，又继续睡。妈妈来敲门：“琪琪，快起床，要迟到了。”琪琪翻来覆去，最后冲出门时，衣服穿反了，书包也忘记拉上拉链，也没时间吃早餐。跑进学校时还差点跌倒，他冲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。琪琪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，心情超级差。原来赖床不只会迟到，还会让一天的开始变得乱糟糟。那天一整个上午，琪琪都闷闷不乐，他心里想着，要是能一直睡觉就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急急忙忙，也不用被骂。当天晚上，琪琪洗完澡，明明已经很晚了，却还想多看一点电视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明天再睡久一点就好，他小声说。但他不知道，这句话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迟到怪兽的家门。隔天，太阳已经晒到窗户了，琪琪还在呼呼大睡。突然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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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阵奇怪的声音响起。琪琪揉揉眼睛，只见床边冒出一只胖嘟嘟的紫色怪兽。怪兽的肚子里装了滴答作响的时钟，它哈哈大笑：“嘿嘿嘿，我是迟到怪兽。你睡得越久，我就吃掉越多的上课时间。”琪琪吓得一屁股坐起来，急忙冲到学校。结果他最喜欢的美术课已经被迟到怪兽吃掉了。什么？课程也会被怪兽吃掉？琪琪吓坏了。晚上，琪琪对着他最爱的玩具熊 Pandy 小声说：“我不想再被迟到怪兽偷走时间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床头的闹钟突
突然闪闪发亮，一个小精灵跳了出来，叮叮叮！我是闹钟精灵叮当。叮当拍拍翅膀说：“琪琪，想要打败迟到怪兽，我给你一张超级任务卡，跟着做就行，超简单。任务1，放学后先打功课怪兽，回家先写功课，把时间分成小块块，专心写20分钟，休息3分钟，喝水，伸展一下。先把最容易的写掉，遇到卡关的题目，先贴颗小星星或做记号，等会儿再回来想。写完一颗就对自己说：功课怪，呼呼，被我打倒啦！任务2，整理装备站。功课写好，检查好后，放进书包里。还有想想明天有需要带哪些东西，可以先装进书包，再把明天要穿的制服、衣服、袜子、外套、鞋子等等的都先准备好。任务3，荧幕怪兽的睡觉时间。平日如果该做的事都有做好，爸爸妈妈说你可以看电视或手机，给自己设定20分钟。叮当闹钟一响就喊暂停，遥控器去睡觉，把遥控器和手机送进睡觉抽屉，手机留在客厅，不可以跟你一起进房间，因为它会打呼，哔哔哔，吵到你哦。任务4，被窝列车准备出发。洗澡、刷牙、穿睡衣，听星光说故事。上床深呼吸5下，把房间的灯调成小月亮亮度，跟玩具们说晚安，城堡关门咯。固定8点半上床，或你们家约定的时间。叮当当车长，被窝列车出发。叮当眨眨眼，如果早上闹钟铃响时你有起床，而且能准时出门，就可以在任务卡上盖一个猫熊印章，集满6个章就能月换一次健康户外小冒险，带你去一个你最爱的公园，还能吃到你爱的鸡蛋糕或松饼，任你选。琪琪抓抓头笑了，好吧，我试试看。不对，我要全部完成，把迟到怪兽饿到打嗝。连续2天，琪琪都很努力地尝试了超级任务卡上的所有任务。Pandy 熊轻轻唱起琪琪最喜欢的歌，叫她起床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闹钟叮当也跟着响，叮铃，早安，琪琪。琪琪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发脾气，因为他有睡饱了，还有他的衣服和书包昨晚就准备好了，他不用手忙脚乱，还有时间
慢慢吃早餐，因为他的早起，走在学校的路上，刚好看到好朋友萱萱，两个人超开心的，可以一起进校门。琪琪心里觉得，原来早起也可以这么轻松。到了学校，琪琪竟然比老师还早一步到教室。老师惊讶地说：哇，琪琪今天精神满满呢。琪琪心里甜滋滋的，想着原来准时起床感觉这么好。不过啊，人有时候会偷懒。几天后，琪琪忍不住又拿起 iPad 玩游戏，一直玩到很晚才睡。结果隔天他又起不来了。Pandy 熊唱歌，他不理；叮当闹钟响，他也不听。当他急急忙忙冲到学校时，已经迟到了。老师严肃地说：琪琪，你今天又迟到了，课程错过就是错过，你得自己承担后果。琪琪站在教室外面，脸红得像番茄，心里觉得好丢脸。叮当在他耳边轻声说：看到没？这就是赖床的代价。时间不能重来，你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琪琪虽然难过，但这一次他真的懂了。从那天起，琪琪开始慢慢改变自己。早上他醒来时不再发脾气，而是被 Pandy 熊唱的歌和闹钟叮当的声音叫醒。他起床后可以慢慢穿衣服，拿好书包，不再手忙脚乱，因为他昨天晚上都已经把东西准备好了。早餐时间，他有充足的时间坐下来吃饭，心里想，原来早一点睡，早上精神真的有比较好哦。因为提早出门，所以在去学校的路上，常常遇到好朋友萱萱，两个人可以手牵手，边聊边笑，准时走进校门。到了教室，琪琪比以前更有精神，能专心听老师讲课，也不再错过重要的内容。每当他准时起床，顺利完成早晨的事情，他会在任务卡上盖一个章，集满6个章，妈妈就会带他去他最爱的公园玩，或者吃最爱的草莓松饼。这让他觉得早起不只是打败迟到怪兽，更像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像琪琪一样常常赖床，还有大大的起床气呢？如果一直拖拖拉拉，就可能会被迟到怪兽偷走上课时间，让你错过学习，也让心情变糟。但别担心，只要前一天晚上先准备好衣服和书包，早点上床睡觉，早上就不会手忙脚乱，也不用急急忙忙的吃早餐或赶上学。而且早起不只可以避免迟到怪兽，还能让你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像是慢慢吃早餐，还能跟好朋友一起走进学校呢。每天早上，只要你按时起床，
做好准备，你就会发现一天开始的特别顺利哦。只要一步一步练习，慢慢来，就会越来越容易。当你能自己准时起床时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厉害呢。相信自己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